这嘛是什么情形啦？唱歌给你哟。好啊好啊，人在江湖，心不由己。不是我是要摇的啦，哎哟，我你看去。对啊吼，对啊吼。人生在世只有两字。好啊好啊好啊，我袂当搁唱啊。你也会晓唱啊，所以你一定知影这什么歌啊？对啊，你知影想要唱这条歌？唔知。头有一个线报甲我讲，咱今日要来的来宾，竟然是编剧之一啦。哦是哦，对啊，真正是惊死人诶。对啊，是毋是足侪人知影这条歌诶？一定的啊！我拄则甲伊边仔同事伫遐讲，我就甲规条歌唱了了呢。你一句我一句，竟然哦，规条都唱了啊！毋过你毋是才18岁？对啊，阮阿嬷甲我教啊。哦，阮阿嬷讲，迄是伫因进前的时代足唱的一条歌呢。哦哟，阿嬷会晓教日本歌，会晓教。你19岁拄则嘛一直唱啊？你什么意思？我网络顶听的啦。美芬老师教的，美芬老师教我教着这。美芬老师伫境界迄飞龙在天教者安尼，阮才会当讲，阮是去你的白种遐看到的。好啦，毋知影讲编剧啊，是安怎会跳来去写册？咱感觉等下当来甲伊问者。会哦。安尼我以后除了会当就是做 podcast 啊，我可以当做别行。做啥物款的别行？做演员呐，还是讲做绘本家？我嘛会当来画一个绘本呐。哦，好啊好啊，对吧？我到时阵你若出版吼，你会甲我买100本？买。我甲你讲啊，拜拜。啊。哈，至少要买几本了吧？啊，好啦好啦，10本你爸你看，我给你爸你看，对啊，10本哟，好啦好啦，但你这句话哦，听着没有那个倒来叫我若出册伊要买10本哦，嘿啦，10本，好啦，哎，咱来先来去访问讲画家，因是要安怎画这物件，安怎来转导好啊？好，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大家好，这是公司台语台开的 Podcast 节目，来听白边，白边。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也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咱来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欢迎。大家好，我叫做黄孝钦，我是一个绘本作家，我画图嘛写故事，这届我第一遍用台语文。做绘本，我感觉真趣味。老师，你是毋是做紧张的？其实我要甲你叫，我要准备讲，咱要今日介绍啥？所以你爱先讲。那无要紧啦，你先讲，无要紧，咱已经继续，咱即摆节目已经真正落去，阮就是这么认真，无要甲加掉。而且今仔日除了黄老师以外，咱还有另外一个特别来宾，咱来甲伊欢迎。大家好，我是陶乐蒂。我是黄孝钦的太太，我嘛是一个绘本作家，嘛是家己写故事，家己画图。哦，听讲两个人就是因为介意画图，所以来熟悉的咯。是，咱想变做一个爱情的节目。老师，阮今日来拢一直问恁爱情的故事，我拢无讲流册，恁敢会生气？你敢若淡薄仔奇怪？无啦，我是袂生气，毋过出版社可能会感觉淡薄仔烦恼。无要紧，阮就莫甲迄出版社写出来。无啦，讲笑啦，今仔日这是真欢喜，邀请到两位老师来到阮现场，因为因最近出一本册。听讲就是伫咧咱台语课内底，其实真侪人已经伫讨论啊。对啊，就人咧杀的呢，就侪人咧杀的对。对啊，所以非常的感谢。是毋是老师人会真好啦？安尼讲嘛是袂歹。伊人好，人好。你嫁着遮好的翁，你如何？哇！应该是讲我画这本册主角偌好吼，真有人缘啦，大家拢嘛真介，嘛敢欣赏伊。阮中华的人。对，我中华人啊，迄阮中华的，看伤远啊！你嘛中华人，真的，老师嘛中华人。其实足趣味的，就是一做的了哦，大家拢中华人，阮的主编嘛是中华人。原来这么侪中华人。阮咧分享话到要甲我对谈的嘛是中华人。哦，中华人徛出来啊，但我原里面啊。即摆个中华的个要内战啊，中华人鹿港，鹿港跟原里未必之啦。哎呀。之前有一个中华的来宾来，因为你讲迄，我毋知你有伫网络看过，就是讲中华的100种代志啊，就讲是中华人才知，内底就有讲到迄
鹿港的人一直讲啊，阮鹿港有啥，有啥，有啥物老街啊，但是阮拢讲袂，阮园林派的，阮园林派的迄种的。毋过伊是无到过鹿港的鹿港人。哦，所以你都无鹿港腔。对，无鹿港腔，哇，安尼真无彩的。你若是画本的时阵，佮加入迄鹿港腔，你家己甲录一个鹿港腔，哦大家就困了，包括我在没内。啦，没啦真特别。好，安尼咱先直接进入主题哦。就是像阮即马，因为阮的听众朋友有一寡就是小朋友，有的人可能就是真爱画图，黑白做黑白画安尼，啊，可能以后因想要来做一个画本，甲咱请恁简单分享一下讲，就是一个画本的制作过程，譬如讲故事安怎想啊，还是讲头起先可能两个人爱有啥物计划。若准讲是小朋友，我感觉就是大部分的小朋友其实因的拢比咱大人搁较济哦，所以因画图嘛拢比大人搁较熬，搁较紧，所以大部分若准讲当着小朋友，我拢袂特别要求讲因爱对啥物代志开始。哦，伊若想要画，就开始画，再来写故事嘛，不要紧。所以会当先画，才尾甲伊倒做一个故事安尼。对小朋友来讲，无定先画图，搁来补迄个故事。应该讲补迄个睡眠，其实因若画迄阵心内就想着足济都咧故事，想安尼哪画哪想。所以其实你若有当时去问小朋友，伊咧画啥物，伊拢会讲足济，所以因会当先画了再来补充迄个说明，再来写迄个故事。毋过大人阮就会变过来，像我家己。创作我可能就会先写故事，我的故事写甲差不多好，我才会开始画图。黄老师诶，你嘛对啊，因为大人拢会想较济啦，所以像阮有教过大人嘛，教过囡仔。其实囡仔免啥物教啦，囡仔就纸本来伊就你还未开始讲，伊就开始画啊。大人伊就爱故事想甲讲，爱想甲足完整诶，爱有趣味，爱有迄个。节奏有迄个关节，有啥物剧情啥，拢爱想甲足好势了，伊才画落，所以常常拢做袂完。安尼想，安尼听起来是毋是大人较会去用绑骹绑手对无？是，嘛大人画图迄阵嘛，惊讲安尼会互笑袂？安尼有成无？其实这种若拢假啦，画图即件代志，其实有成无？好看无？拢无重要。你画你家己介意，安尼上重要。所以咱即本偌好。当初画的过程就是讲，先去收集伊的资料，对无？对，因为这甲一般的画本还佫小可无佫无共款，因为咱有淡薄仔是记录的感觉。对，记录还有知识性嘛，因为咱这是要传达一寡知识，咱袂当有毋对安尼。嘛是历史的人物，所以伊的代志爱先做功课啦，是爱做较侪功课。所以其实做即本我嘛是咧学习啦，因为咱对古早的历史其实毋那囡仔啦，咱大人其实嘛。了解有限，对，所以其实即几档啊，一寡就是大学科或者是学校，其实拢嘛有伫教讲，就是台湾历史安尼，就是台湾本学家报出来安尼。好，安尼想要问讲，就是我知影讲即本册是黄老师写，但是迄太太有挂协助。譬如讲像恁两个咧做工课的时阵，一般拢是。安怎互相就是斗相共啊，还是讲协调？干冤家，我想要听即个。其实无啥会冤家，因为大部分的时阵，阮两个是独立的两个作家，个人做个人的啦。是，所以拢袂甲伊插喙，还是创啥？就上后尾若要互对方看，伊看迄阵会当提供意见，要参考无？家己注意。我想要听迄个咧。冤家呢，厝尾你要想兴起来呢。因为阮就是上，像讲我这个挂名，我都爱负责所以若真有意见，我要听就听，我无爱听就爱插伊但是因为讲，譬如讲，伊无爱听我意见，今日饭家煮较少咧，可能无饭通食。这就是我要听的啦。大部分拢无安尼的代志，因为写这个故事迄个人，就是这本册上主要迄个主角嘛，所以。决定要安怎，迄就尊重伊。有当时比如讲看共款拢是绘本作家，我看伊的物件，有当时嘛是搁问伊，才会当理解讲为虾米伊即个所在要安尼画，故事要安尼写。有当时你搁是爱问作家伊本人才知影这安尼的代志。过我嘛是拢会家己做的，嘛是会问啦，因为咱话拢所谓盲点嘛，就是你会
看袂到一寡你家己无注意到的所在。所以是安怎伊会挂协助，就是因为足侪拢伊看出来讲这安尼爱安怎较好，安怎较好安尼。哦，嘛是真重要。我看是伊的已经定位第2届。其实旧年伊先做一个算讲草稿，手做的，嘿，手做的啊，草图啦，先画一寡草图。啊，其实伊这本册算讲是拢定位，故事嘛，佮定量，所以比原本迄佮加足侪内容。啊，所以我迄阵看嘛是毋知，有当时我毋知为虾米即张图要安尼改，所以我拢有问伊。原来是安尼，互相讨论啦，安尼真好呢。因为其实现代即马有一寡人就是因为两个翁仔某哦，长期拢讲无话，讲无话。啊，像恁这就是工课甲家庭拢绑做伙，竟然佫会当安尼互相讨论，而且嘛无听着阮想要听迄种足精彩的玩具。因为你若准要听的，阮就无坐袂坐伫遮。好啦，老师可能歹势讲啦，硬要安尼讲。啊，而且就是恁两个人就是兴趣共款，啊，佮拢爱画图，啊，还是讲平常时间做伙出去画图。袂呢，阮出去佚佗就正经出去佚佗，就是甲迄工课放下。较无写生啊，阮两个画图的工课甲生活分开啦。对，啊，阮的画图拢伫咧厝内画呢。我就是迄电视迄，行咱来去湖边写生，哎呀，看伊的手安尼，来，咱来画。这是啥物电视啊？我都是纯的。伊看伊的手画图，来，我甲你教。就是像这种啊，你可能正个玩继续拍。所以咱完全无发生过讲，你感觉就是安怎画，还是讲恁两个有迄种就是互相求进步的时阵，比如讲两个人去研究讲什么技术啊，是什么？因为阮两个人画的图是本来就看起来足无共款，对，风格无啥共款，本来就足无共款，所以基本上应该拢有欣赏对方比家己较牛的所在。好啦，我目睭已经青名啊，你继续，我已经问袂出啥物啊，听朋友恁捌失望啊，因为恁想要听迄种精彩部分，两位老师拢无啊，有因两个。黑边目睭青面啊，换你即样就换白边啊。好，来问即个偌好的画本，就是想要问讲，即个人物是安怎选出来的？头一本选偌好做主角的原因是啥物？因为当初我其实要做的，你要讲人物，其实我是要讲历史啦。历史啊，讲的其实就是日本时代。对，迄阵日本时代差不多台湾50年嘛。啊，偌好其实伊嘛是50岁过身，就是算伊的一生拢伫日本时代。伊的一生就是差不多日本时代啦，伊等于日本占领前1年出世嘛。迄个战败前1年过身安尼。我感觉安尼伊拄会当代表即个时代吼。50年，我感觉大坑落来真拄啊好。个当然是讲，大家对偌好较熟悉啦。我希望讲第一本是大家较熟悉。你若讲一杀出来，大家拢毋知影，安尼要进入即个历史就会较困难。对，阮中华人较够小听，阮会听出来透在先。我小补充一下，就是伊有啥要写即段的历史啊，而且是台湾人，就是咱即马有当时过去登去看的大家咧讨论的台湾的历史，会讲到足侪日本时代对台湾有贡献的日本人。对，咱即马看到足侪安尼的资料，啊，毋过讲到台湾人的部分较少。对，啊，毋过其实到迄阵有足侪日本的高人伫咧台湾奉献，啊，其实嘛爱有足侪。台湾人伫日本时代，不管是讲帮赞因也好，啊，是讲伊家己本身就是一个有成就的，对，啊，所以伊决定讲，这个部分一定爱写台湾人。对，我大概知影讲，其实迄个时代嘛是足侪高人，台湾足侪高人，所以就是拢以咱台湾的为主。对，所以拢是因为有因，才有即卖的咱。对啦。好，过来。敢若伤过严肃去啊！别，这真好，因为阮的节目就是一个有传承文化的，教育行的。对，阮教育电台呢，阮教育电台。好，过来要问吴老师，就是你的画图的过程内底，你感觉就是足歹画的字幕，还是字页，还是你家己画落来上有印象的？就是改来改去内容安尼，讲起来其实大家拢真困难啦。因为咱讲就是
我之前拢画囡仔册嘛，就是绘本嘛有分啊，囡仔册其实拢有动物啥，其实有故事有情节，拢较好画，你直接就画迄个故事内底物件。对，其实这个文字就是有较深，有较文，有一寡较抽象的物件，比如讲。内底有一个，就是讲到迄个因总督府伊学校毕业时，校长有送伊一句话吼，要做医生之前，爱先做一个人，才当进这节目。这其实讲起来是真歹话吼，因为这是较一个思想、一个概念的问题嘿。尾我就是想讲无就画一个达文西的图，因为有一个图就是一个好人吼，就是一个完美的人。对，大家应该若阵看一个圆箍内底一个人对，所以我就大安尼藏落去，就是透过安尼其实逐张拢是安尼，就文理内底去想吼，因为我是学电影的嘛，对，我就想讲电影咱其实有一寡蒙太奇啊，什么画面什么货吼，就尽量安尼套入去。所以其实逐张拢想足久的啦，嘛画足侪张，尾再去拣上好的一张安尼。所以就是一部内底其实你画足侪张。对，足侪想法的。哇！这个手稿敢有留落来？有，其实拢有留。对，其实我已经替你想好啊，过来咱办一个展览，把这个手稿全部拢打出来。还拢画细细张啊啦。地点我已经给你选好啊，偌好基金会。我讲安尼袂歹。像讲有一张是讲迄个二高梅。对。伊还阁去人借钱嘿。对。普通人画可能就画围炉啦，画迄个过年嘿。尾就是用一个迄个偌号出去借钱下骹的路是迄个敢若厝还是啥是红包，对，行过红包的感觉安尼，敢若为着红包去走撞的感觉安尼。所以就是大约就是逐张拢安尼透过安尼去想。其实就是每一张图内底拢有伊的细节的部分啊。听众朋友，你若有机会买着这本册，紧去摕来看，每一啊拢爱斟酌看，每一个所在，每一个小小的一个卡还是一个啥物，你看，就连涂骹的一个路，拢是老师特别想出来。那有意义啦，对，安尼想要问讲，老师刘教讲着讲，这是你头一本用台语文来做绘本，是安怎会有这个想法要来做这项代志？其实足早以前就有人一直希望讲，阮会当做台语文绘本啦，因为阮毕竟阮嘛是母语，就是台语文嘛。其实阮伫咧推广方面，为当时介绍，拢会把阮古早华语文的绘本用台语去念出来。对，阮古早就有即款的做法啦。对。过迄阵因为台语文，我感觉讲甲写其实是两件代志，真诶。嘿，阮迄阵就感觉阮其实功力也无到遐啦，而且迄阵一寡正确的字也无出来。对。咱你若阵写毋对，颠倒，阮感觉颠倒毋好，颠倒是等于互拍歹逐个印象吼，讲安尼颠倒较毋好。对。过我感觉即马拄啊时间拄啊好，因为咱教育部嘛有正式的所有字拢有正式对的字，开始有用字啊。而且嘛开始更较侪人希望会当看到台语文绘本。我感觉即马等于我拢笑讲，即马是火车已经开始咧起行啦。对。阮算袂歹有付着即班车提供互大家。酒车。酒车。伊前几年你做迄款，阮讲手做的绘本，手做的绘本其实前几年嘛是用台语文来写故事，就算讲有先练习过。这本算讲正式出版安尼。对，这本是去年的作品，算讲足紧就会当出版，所以嘛感觉真欢喜。而且日本时代拢是用台语文嘛，对，所以咱这本若阵用华语文颠倒怪怪，所以我感觉是各方面的拄啊配合之下，感觉这本出版社嘛感觉讲应该爱用台语文来做。而且偌好，伊本身伊家己写的文章嘛，有用台语做小说。对，其实虽然伊是因为伊有去过中国，所以有内底有一寡华语甲台语的迄个男做伙。过咱边就是完全用台语文来对。而且听众朋友，你毋知影无？就是其实咱有一本书店号做台日大书店。一寡就是日本人东吹时，就是来台湾的时阵，为着就是要了解咱的文化、咱的物件，因为去特别做出这个书店，就是用拼音用啥物甲咱台语你讲的物件字，甲伊收落来。对，阮即摆若是有一寡字袂晓，若是讲想要查看讲依照有这个讲法嘛，是拢会去使用这个书店，所以是一个真趣味的物件。对啊，其实日本拢有用因的日本的迄个平假名去拼，因为阮之前有介绍一本小英与老鹰。
其实阮就伊个面顶就是迄个西川满，西川满哦，西川满，写一个记录咱一个童谣，麻叶飞上天，对，囡仔无麻叶飞上天。然后没有你无看到这个画面，后面的目睭佫青，伊两个人对看，两个人目睭拢伫笑，我要食饭，我你讲要食饭。佢哋伊个就是迄句童谣，用迄个平假名来拼音所以日本人顶多嘛当念咱的童谣。所以阮就是伫网络拍西川满，拍麻叶，应该就找有啊，对无？是伊个麻叶的汉字就是吃宵，吃宵我知咱的台文字，就是咱台文字对，伊就是台文字配迄个注音所以其实大号这个画本用台语文我画起来，我嘛感觉讲足适合的，看起来特别有感觉。我还要问讲，就是伫个画本内底使用这台语的词语，敢有拄着啥物要特别注意的所在？其实嘛是大家拢有，因为其实拄仔就讲着讲，讲台语甲写台文，迄是两回事，迄就是我即届深深的受到的教训的血淋淋的教训。因为其实阮即届虽然冠名是两个台语文的迄个新歌其实还佫有第三个，其实所以总共是有三个台语文的老师来台湾审歌。审歌的过程当中，我就发觉讲，其实话因为咱家己的思考已经用华文的思考，所以话文字写起来，我感觉台文念起来会使啊，毋过因就讲这其实是华文的无够台语花脑。比如讲，我内底有一段来我讲，迄个就是内底有一句讲，迄个毋知医生的喙手内底敢若有唱啥物好耍的物件。其实我一开始是讲，敢若唱着啥物好耍的物件。台语往上唱着，你念嘛真顺啊，敢若唱着啥物好耍的物件。对，阮老师讲毋对，这是华文的、华语文的。对。其实我就想对，咱其实是讲有唱啥物物件。对，唱啥物物件？敢若有唱啥物物件？这其实这要安怎分别，就是你用华语念就知啊，好像有藏什么东西这就台湾国语。就敢若讲，伊甲我拍。给我打，这就是台语文甲华语文无共款的所在。对。但是其实这讲真的啊，就像阮家己本身咧写文章的时候，阮当初是来咧写文章，迄大家拢有网友纠结。对。讲你安尼写毋对，你安尼写毋对。其实讲真的，咱还袂伫即个环境，还是讲无伫即个文化是讲毋知影。就是伊即个规则真简单，你讲的时候，其实咱拢已经去受到华语的影响。对。阮即马写起来嘛是爱先，可能我开始熟悉这个字，拢已经开始对华语开始，所以我即马必须要先用华语写一届，再各甲改写做台文。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就是阮之前有一个翻译的，就是迄龙鸟集的作者，不是龙鸟集的翻译者，就是玉桥，伊甲阮讲，伊就是伊有学过心理学，伊讲伊咧翻这本册的时阵，伊就是看英语了，直接翻台语。伊讲袂当看过华语，还是讲袂当先华语来写。伊讲，就算咱心内想讲我袂当华语思考，但是你若看过、影过，还是讲你写出来过，你的心理学内底你的大脑的迄潜意识的会去影响到。所以迄当阵讲，伊就是看英语甲伊翻过来。我知影安尼的状况，毋过我感觉暂时，若准讲阮即马拄啊开始安尼创作，迄阵抑阁无法度通片面，因为我无法度即马上就用台语文来写一个文章，不要紧啦，豆豆来啊！即马正经敢若即马拢爱慢慢来，就敢若古早咱一开始敢若会晓讲台语，到尾入去学校了后再学这个字，所以迄个时阵可能。老师讲一个我的方法，互你参考。就是因为我当初是嘛是还未开始学字，但是因为我自细汉，阮兜甲阿嬷有讲台语，这时阵你要安怎？你先用录的。你甲伊录落来，譬如讲，你即摆是要写一个故事你会开始伫遐想讲，今仔日有一个囡仔伊行去一个山面顶，搁来就是讲，安尼远看的物件，安尼蒙蒙标标啥物，你就先用你平常时的技术甲伊讲出来，录落来了，搁请一个人，有比如讲熟悉是创啥，伊甲你先甲写做台文，安尼就会使，安尼就会较保留你家己的语感，迄个语气。我会当考虑，对，只是可能无迄个别人，就是还是爱家己来写。不过我感觉这就是一步一步慢慢进步啦。对，一步一步慢慢来。像我咧看偌岁资料，
你大概若阵对伊较熟悉，知影伊是汉文帝嘛，对为汉诗对汉文家，所以伊准备写白话文小说吼，伊讲我看伊的资料咧，伊其实嘛是先写文言文，对，嘿小说先写了，啊，再慢慢一去甲伊去倒转翻做去，白话文。对对对其实毋过我想伊尾仔应该是就是愈来愈写愈好，对对对对一头啊仔较困难安尼。对对对，尾仔就是人常常讲一句啊，我手写我口，对对啊对，对对对，就是讲咱安怎讲，你着安怎甲写。啊，咱字袂晓无要紧，就先像我之前拢用迄啊注音符号先写落来。就是我要讲即句话，但是我毋知迄个台文字要安写，我也先用注音符号去写，啊，再去问因啊，是讲问别人，是讲查书店啊。当然即马较方便，就是会当马上查。资源真济啊，好，安尼想要请问讲，就是咱绘本最后其实有讲到讲，后续佫有其他的作品，对对其实对听讲这是一个系列性，对对对，因为我就讲嘛，我其实要讲是一个历史嘛吼。对啊，你若阵干来一本就是一个人物的对对传对。记啦吼。啊，你若阵5本、10本、20本，迄就是夹起来就是一个时代的历史。所以就是譬如讲，就即个时间甲即个时间，啊，你都这内底中啊，就经遮的人出来安尼我做一个就是等系列。于这50年内底，我若阵感觉有诶高人，就拢来建出来，然后再甲编辑讨论讲，咱这要写啥？比如讲我另外一本就是黄土水嘛，黄土水，就是台湾第一个入选地点的雕塑家嘛。对对哦，伊对等于是迄个时代足行伫正头前的算台湾之光啦吼。对对对啊，比如讲杨千和伊是台湾第一个女记者。对对对，哦，啊，比如讲林献堂其实伫台湾文化协会嘛是算足重要的人物对对啦。对，啊，佫有一个林辉道，大家较无熟悉，因为其实查无伊的资料。啊，有时啊，阮会对伊有兴趣，就是伫咧地文园内底有一个伊的碑，有石碑，纪念碑，纪念碑，纪念碑就对。啊，我就开始对伊这样好奇，讲是安怎较侪日本人、高人，啊是安有一个台湾人，佫是一个园丁来人，愿意来一个碑。啊，就是为来看，其实台湾人足侪无名英雄啦。因为日本人你搁较高人来，你下骹无一寡咱台湾人。对啊，无人甲你负责，无人甲你斗无相共，你翻译，无你创啊，你根本无可能做。对，我感觉一寡，所以其实就是要讲，而且因遮人其实拢有关系。比如讲林献堂甲赖和，对，因为拢私下都有交流嘛。对，个文化协会嘛，拢足熟诶。对。啊，比如讲杨千和，伊是捌采访过赖和诶。其实拢有牵连的。其实所以你看来看去了，就变成迄个历史时代历史，你就会看到文化协会看到迄个时代台湾民报、日新报看，所以毋那是人物尔会立体起来。连迄个时代背景，啊，有就是迄个迄当阵的状态，甲两大家的关系，就是拢会慢慢啊清楚起来，变做一个做立体感觉。啊，佫有讲就是人名，咱听一届就袂记袂起来。毋过咱若阵一直听，这本嘛有遮个人的名，迄本嘛有迄个人，到尾啊，遮个人就变做咱熟悉的人。听久就会记哩啊。所以目前的进度到倒位？其实其他4本的文字拢已经开始拢出来，啊，毋过当然就是为黄土水开始，就是开始咧进行嘛。已经咧进行啊，有一本黄土水，所以听起来真紧哦，迄是因为伊画了紧，还是因为画了紧，因为大部分的作家一年来当画一本，迄抑个毋是出一本的问题，当画一本就已经足紧啊，画一本啊，佫来个出版社啊，佫来改是啊，因为当然伊做遮册，伊头前佫有先写小说。先写做1万外字的小说，哇！再甲改做囡仔会当读，应该讲嘛，毋是囡仔会当读，其实这大人读嘛是较浅显的物件，也是讲有一个，像这本就是用2撇喙手，大个带入去这个故事。因为即摆人，你叫伊看1万外字的故事，可能较无兴趣安尼。所以这感觉黄老师拄则讲的，你讲你是学电影的听讲你有去做编剧哦，对，听讲有一出真厉害的戏哦，你要唱啊！拄则阮有一个线报来讲，那是飞龙在天的编剧呢，我就伫遐飞龙飞上天，唱啊！明仔载拄好迄主角要来录影，这个对，这叫因甲你斗宣传，来唱一个飞龙者。敢是讲因为编剧甲一寡是做电影这有经验的关系。
对，其实我想应该拢有影响啦吼，就是像咱做电影嘛是头前最重要，对，就是头前你要先吸引观众的目睭，互伊带一直看落去啦。吼所以同款绘本嘛是同款，头前咱就爱想一寡有啥物点会让一看就讲引起伊的兴趣啊。对，所以就是其实讲真的，就是我感觉编剧甲电影可能是因为恁当初是对迄画面拢会较斟酌，对，所以你要画出册，还是讲换做平面的时阵，其实你会想你的办法，用你的想法甲经验去甲伊转化，对，安尼可能就会比一般普通干那写册的人加足侪走较紧的步。对，我是安尼感觉。而且讲起来，因为阮拢毋是学画图出身的嘛，吼，阮专业毋是算画图的。我感觉就是颠倒画物件画了袂遐好，所以阮会想安怎互伊伫咧画面面顶有迄个强较强的，互你有迄个感觉安尼，共鸣感。嘿，安尼厉害呢。所以其实嘛，毋通因为讲就是你家己学的物件，毋是即个专业，其实有兴趣。介意的人拢会当上重要的，即会当去做。安尼讲袂出来，所以你爱看册来了解。对，来看册就是因为有的人啊，若是真正是学美术的出来啊，伊可能就是家己的目骹目手，我这光影爱安怎，我这色水爱安怎变化，我这画面要安怎投射。但是其实讲真，会去拔掉，就变做讲咱一寡就是藏伫心内，还是讲较想要表现，还是讲我希望讲这物件会当互恁看到，这可能。对，去互藏摆伫较后壁诶。对，我都无一定爱配合迄个故事内底诶字，我都会当另外有我导我诶故事。对，较自由啦，自由自在啦。听到朋友毋甲家己目骹目手啊，你就像阮安尼，我乌白像乌白，这摸出去做家己。对，好啦，过来就是因为这个册，算是。出版无偌久，想要问讲后续对啊，后续佮有啥物宣传的活动无？阮当然就是会佮像恁安尼上一寡广播电台，互大家了解即个阮的想法啦吼，佮希望大家当支持这啊，甚至讲你无一定爱看这，看这了你佮较有兴趣，你会当继续去找其他的资料。你若阵对这个人物，因为这毕竟。绘本是一个开始，我希望是一个开始尔。对，更较有兴趣。阮8月18伫个拜五暗时，伫个信义成品，信义的成品，敦南区。对，即摆敦南成品无掂久，伊伫个信义成品有一个敦南。阮伫个遮甲另外一位嘛是创作者海狗房东。阮有一个对谈。要来讲一本册。我相信。甲伊的对谈可能更较侪无共款的讲法，对，火花出来呢。因为两个作家可能两个观点会无共款，用你的角度都无像阮遮粗浅，歹势啊！听众朋友，阮18岁尔，人生的经验佫无啥高，所以可能会当问一寡较粗浅。所以就是8月18有一个就是对谈会，敢过来讲有啥物签册会。歹势啦，阮就是听众朋友，阮已经摕到签名咯。普通时拢是伫个宣传诶中间吼，就新刷新刷会当签册，所以8月18迄天办安尼，8月18迄天会当签册。是，若阵要签册，当然你若阵上博客来，阮有签足侪几百本诶册伫啊，你去博客来，若阵去遐订册嘛是有签名本，已经有签名版本有限诶啦，有限定诶，要。数量有限较紧嘿。是恁迄个签名本面顶嘛有登拄则迄个音啊。对。听到没？阮呢，阮你去看迄个音啊，有够古锥的，毋是音啊，音啊，毋是。哎呀，歹势，因为囡仔人去带来，我可能就无法度讲。听到没？阮会甲因的，就是印出来图，佮有签名，放伫咱的面册，卖奖也互恁看。你若是听到即个广播有兴趣的人，会当来阮的面册看即个图，甚至外古锥。我当补充一个代志，请讲。因为即本绘本还有一个上重要的代志，就是黄孝钦伊家己有读这几本册，有录音的，有录音，是，伫咱有声的啦，有声的，是有声的，有。伫迄上头前遐有一个 QR code， 啊，你若用手机啊，甲扫一下，就会当听到规本册的声音。我磁性的扫声的声音。当初是录音的时阵，讲对有啥物困难？无声，无。其实我是第一摆录这，当然一开始有较紧张，
录第2摆有较好一点嘛。哦，毋过其实阮迄工录了尾啊，有搁录一摆，是因为阮台语问老师讲，你有拢念念了，对哇，有问题。拢可能有一寡迄款腔口，还是迄款小可修正者，比如讲。伫伫啥物所在，我就讲伫咧啥物所在。哦，咱拢有迄个口语，拢有加一寡话尾啦。对对对嘿对对。毋过，因为咱就是即届希望讲会当用正确，吼，莫讲到时读者啊，甲这文字甲迄声音对袂起来。哦，对对对，所以就是有，就是爱甲迄对。所以我尾仔搁去录第2届，搁大家因感觉讲无啥好诶所在，搁改过。哦，所以是去录音室录诶。无出版社，出版社内底有设备，啊，所以伫遐录。啊，头一工录迄届，又发生足趣味诶代志，因为迄个部拄好单位讲。所以阮嘛做烦恼讲，迄个单位讲诶声音会拢录入去，我觉在还好。阮拄则嘛有飞轮机过啊，阮特别录音诶时阵飞轮机过，有临场感。对对，飞轮机过，啊，阮就会停落来。对，虽然拄开始诶时阵机器有速度一时啊，但是尾仔真顺利咧，飞轮机诶声音拢无收着，我感觉这就是一个好诶开始。敢想要听伊？家己读的声音听一段，会使啊，好啊，欢迎。好，来我念一页就好。日本时代，中华的市仔尾有一间小病院，迄个医生留2撇喙鬚，看起来歹面，毋过伊的医术真高明，做人嘛真亲切。哦，真有感情呢。对啊，就是你念的时阵，啊个。可能没有你看无表情，老师你看这本册时阵，迄个眼神，你看家己的囝，所以这嘛是恁囝对啦，对，所以本来有想讲要找专业的来配音，啊，尾仔大家讨论了，想啊，无也是作者家己，对，真的作者家己念出来迄种感情，无遐专业，啊，毋过咱就是有咱的对这本册爱的肯定。对，迄个声音，迄个口语，大家去扫迄个 QR code 会当知。啊，网络敢有试听版，还是一定爱买册才有。无网络顶头有一个短短的试听版，哦，嘿，可能有1页到2页左右的试听。咱已经听1页，咱这已经有1页。但是，毋过迄个试听版可能抑搁较好听，因为抑搁有配乐。哦，无老师个就要甲你配角色。对。好，安尼今日真欢喜，邀请到2位老师来。这本册真正是讲袂完，但是后手佫有其他系列做伙出来时，无你看咱会当佫邀请老师来这边。对啊，每一本其实都有伊的创作的故事，啊，佫有伊的背景。无你看咱到时阵规套了的时阵，咱会当来讲解，譬如讲咱的文化历史迄啥，安尼可能得请台长来啊，因为阮2个无迄个经验，可能讲袂出。好，安尼差不多会当收尾啊。好，那呢，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感谢大家的收听，后礼拜请继续收听。出名人请注问，来请问，多谢大家努力。